下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明仔载是24节气的大寒，果然这个寒流要到位了。明仔载拜六是有方面，中部以北甲东半部有局部低阵雨，天气转凉。为后日礼拜开始，寒流慢慢落南，后礼拜2甲拜3将会是全台湾上寒时间点。北部空旷地区，这上低温可能会降到剩6度。气象专家讲，太平山、合欢山甲玉山落雪几率拢高达85%。寒天来一杯咖啡，规身躯拢热了起来。招商业者推出着咖啡优惠，都惊民众寒甲避避喘。因为寒流发威，为礼拜开始都会道道往南，温度会开始下降，而且台湾附近的气压梯度会增大，那表示风力的部分也会开始增强。那一直到礼拜2、礼拜3的时候都持续在冷高压，也就是在寒流的影响之下，各地的天气其实是非常寒冷。气象署估计，礼拜寒流往南就会开始变冷，后礼拜2甲后礼拜3是全台湾上冷的时间点。北部空旷区域温度有可能会降到剩6度。气象专家林德军嘛讲，这波寒流有几个特点，持续影响的时间较久，一天比一天搁较冷。上冷的时间点将会伫后礼拜1的暗时到后礼拜3。23跟24号的时候呢，其实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各地的温度都非常的低哦。我们预测呢，在北台湾的部分就是北部跟宜兰。最低温只有7到9度，那有可能挑战今年最强的一波寒流。气象专家分析，这波寒流苗栗以北甲花莲以北的地区的几天拢真冷，随着华南分河区往东边煞，水汽的变化可能会先湿冷，再个变大冷。民众上届期待落雪，用面山的几率达到75%以上。太平山、拉拉山、合欢山以及玉山是来到85%以上。后礼拜1的暗时到后礼拜2这段时间，若是有去山顶，有机会会当欣赏到浪漫的雪景。也毋过提醒民众，也是爱穿好些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